佢係早茶必點嘅餐台明星，係鳳爪做法嘅巔峰，皮爽甘甜又入味，肉滑汁鮮似留香。今日就教你喺屋企用白菜價可以食上尊貴嘅豉油皇雞腳。首先我哋由揀料開始，雞腳一定要用呢種紅波波嘅，咁樣先新鮮。如果係藍色或者紫色嗰啲，送俾你冇要啊，起碼凍咗10年以上噶啦。跟住凍水落鑊飛下水，俾啲薑同埋白醋。白醋咧就可以保持變白唔發黑，而且容易甩骨。嗱，記住啦，嗰啲指甲先冇剪啊，如果唔係流失晒啲膠質就唔好食噶啦。出鑊之後記得過下冰水，呢個係皮脆嘅關鍵。想要做出茶樓嘅味道，豉油就非常之關鍵啦。具體嘅配方睇字幕。跟住起鑊燒油，將啲料頭爆香之後咧就加入啲滾水。燒滾之後呢，就攞出嚟，轉入一個祖傳嘅砂煲入邊，跟住落嚟調味，一塊老過鵝嘅陳皮，2片甘草，2片香葉，落1嚿冰糖，1碗生抽，半碗白酒，落啲鹽，落啲松茸鮮，俾啲胡椒粉，然之後落幾滴芝麻油增香，再俾啲老抽調下色，用細火煮佢10分鐘，將啲香味冚唪唥煮晒出嚟。趁呢個時間得閒嚟就幫佢剪個香港腳先，將啲指甲剪晒佢。剪晒亦都夠時間啦，將豉油煮出香味之後呢，就將啲料頭嘅渣撈翻出嚟，跟住再將啲雞腳倒翻入去。嗱，記住啦，雞腳落鑊之後呢，一定要將個火調到最細火，如果唔係啲皮就會爆到爆米花咁噶啦。好啦，浸佢20分鐘就出鑊，鮮香爽滑，連骨頭都想吞埋佢啊，梗係正過茶樓啦。簡簡單單又為你哋慳咗3嚿水啦，值唔值得點個讚先？